乡亲是大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台湾这10多年来，为限用塑胶袋啊，到一步一步来禁用着绝改性的塑胶塑管，限塑的政策正在改变咱大家习惯。乡亲啊，你有注意过无？咱家己逐工用几个塑胶袋啊，甲几个塑胶制品咧。北欧的国家丹麦是全世界推动减塑环保的带头。1993年，丹麦开始对塑胶袋啊来扣税，因为扣税的关系，成功来减少着塑胶袋啊66%的使用量。丹麦即卖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敢若用4个塑胶袋啊，但是咱台湾咧，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是用660个塑胶袋啊，是丹麦人100多倍的使用量。另外，同款是北欧的国家瑞典，嘛来发出着零粪扫的口号。不管你的家庭，或者是社区，这个粪扫的分类甲资源的回收，拢做甲真彻底。到底北欧的民众伫日常生活当中是安怎咧减少使用塑胶袋啊咧？节目一开始，咱做伙来了解。礼拜四的公园都是热天的头一天，好天气，所以讲，有真侪人规家伙啊，带来行到室外参加这场草埔的宴会。白色天道造成在地小市集、小丑啊，家规为囡仔带来笑容。红底12个国旗，更加4个拢会使看到。这毋是伫台湾，是远在9000多公里外丹麦哥本哈根。比如说外国人想要学丹麦文啊，然后就让老人可以坐在前面，就只要骑脚踏车载他们，然后就聊天。哦，对，那老人就可以，然后你也可以练你的丹麦文，然后带老人出去兜风。坐脚踏车会使趁这个机会学语言，连家母拢会使照转去生卵。带阮深入哥本哈根体验当地简单生活概念的是米可甲梅芳红某。米可是哥本哈根大学的资深工程系教授，丹麦人。那梅芳是台湾临床心理师，目前伫丹麦开业。两人结婚后定居伫哥本哈根已经3冬啊。都开始搬来时，上爱和梅芳赞叹的是，这些人深入人心的环保概念。我觉得在这里是大家是觉得人人有责的一个概念，就会觉得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是你的环境，那你必须要去分类，然后你希望这个环境可以更好，所以就是变成没有什么听过罚款这种事情，但是大家都会很主动去做。入到米可甲梅芳的厝，灶卡内面分类做了上好的就是粪扫。伫遮家家户户拢会收到政府给因的青色的篮，到底伊是什么用途？刚开始它是直接就放到你家门口，所以一开始发现的时候都觉得很奇怪，怎么多了一个绿色篮子？但是它就有一个说明书，就是它不会说强迫你要用，它说你如果想用就可以用，它就告诉你什么是可以放进去的，比如说什么吃剩的意大利面啊、饭啊、菜啊、水果啊。咖啡渣、茶渣都可以，就他给你说的很清楚，就是大概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放进去的，那就看你愿不愿意。那你如果愿意用，然后之后就那个第一卷的那个垃圾袋用完了，你就必须要去买。那超市就会有卖，这个它就是说专门是再生能源分解用的垃圾袋。环保节能政府带头做，有专属会使分解塑胶袋啊，喷处理起来清气阁简单。回收喷制作沼气甲完，阁会使提供予公车当作升级燃料，彻底实践循环经济。那因为它 So this is where we put all the foods or leftover from food so that it can be recycled, and that's why it isn't decomposable plastic bags so that it can be used again. 除了喷转化为再生能源，丹麦这个超过580万人口的国家，境内有34个粪扫分收厂，提供全国45%的电力，加20%的收气。加粪扫和平共处，这是居民重要的课题。它的钥匙就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看，你看它里面有更多的回收的东西。除了刚刚外面那些以外，比较特殊的一些，你必须要
回收或者要丢弃品的话，你就放这里。比如说这里是电器品，就你不要的电器品。这些是比较危险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强酸、强碱、化学性的话，那些瓶子你都可以放到这里来。你看它是说危险，然后怕会起火的，那你就丢到这里来，不要丢到外面。那这边是你不要的旧衣服。参观梅芳大社区，就会使看出粪扫回收站的分类，有加互人配合。纸类、塑胶、玻璃、电池、金属、化学、电子产品、大型粪扫等等，会使分做将近50种。干那纸类的回收，就分做几啊项。一般的纸、包装用的旧纸方、底这物件有味的纸盒仔，拢总爱分开。还有在告诉你说，上面绿的就是这些你可以丢这边，比如说纸箱、纸盒，下面他就跟你说不可以丢这边。比如说什么牛奶纸罐不可以丢这里，还有装过披萨。那个的盒子也不可以丢这里，因为它里面有食物会粘那个披萨跟那些 cheese， 就不让你丢。在回收站前，我去看到居民用真久的时间进行粪扫的分类，也过无人怨叹，嘛无人黑白，但守护环境概念已经深入每一个家庭甲社区。为了鼓励环保，回收再利用，丹麦政府更加提出大绝招。在哥本哈根的超市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保特瓶回收机器。那我们只要把保特瓶放进去，再按下这个绿色按钮，像刚刚那个保特瓶呢，就只是3个克朗。其实伊唔会使回收塑胶干仔，唔使回收阿鲁米加玻璃干仔，依照回收的技巧无共款，分做 A、B、C 3个等级。玻璃干仔甲较无1000cc 的重工会使提回1丹麦克朗，差不多是新台币5块。较无1000cc 的塑胶干仔会使退1块半的克朗，其他若所有超过1000cc 的塑胶干仔会使退3丹麦克朗，上了是台币15块银。This is a PONT is a recycling code. So anything that has this label on it, you get money back for, and they'll reuse it, and if you make a deposit over there. 看到记者哩翕回收的机器，真侪细超市民众自告奋勇来解说，互来自台湾的采访小组充分感受到丹麦民众的热情。大部分干那甲罐的包装顶面拢有真清楚的回收标签，民众收集后，会使换超市顶搭的拍折罐。干那2016年，到11个5000的干那甲罐入到回收机器，90%拢总被回收。I think it's way better than the alternative. I'm very pro that we reuse everything we can. I think this system is really good for our environment, and also if you have a whole bag, you maybe collect over a month, or you had a party, everybody leave bottles. You go down and you return. Use this return system, and you get these vouchers. They're worth money. It's money. So, and here is about for 60 kroner. It's two bags of bottles. It's you can buy a pizza for this. So it's a good recycle. 像师傅甲恁搭换2大袋干仔来回收，拍这罐就够因两个食一顿，分有够欢喜。毋若是丹麦、欧洲真侪国家拢有这款的做法。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像刚刚那种可以回收换钱的那些瓶子跟罐子不知道，然后就会把它顺手要丢掉，或者像喝完啤酒就习惯这样把它捏变形。然后后来比如说像Miko 就会跟我说啊，你这个不可以把它丢掉，不要把它捏变形，因为捏变形送到机器里面不好阅读，就不能换钱。后来就发现说哇，这些都可以换这么多的钱，因为我之前住在上海，那边会有很多打包盒。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打包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来到丹麦当然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没有那种一次性的塑胶，其实不会想到要用。40 years ago, something like that, I think they introduced that you had to pay a high price for the plastic bag in the supermarket, roughly $1,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so that was enough money that people tried to not use extra bags. And I remember how people actually first got very annoyed, but then they really supported the idea. Denmark has very good water in the ground. We don't have to clean it. And so we try to only have organic farming in the areas from which we get the groundwater from. So I think that's a big advantage. Some things can be achieved by showing a good example, like also Copenhagen tries to be
CO2 neutral by 2025, which is very soon. And I think that showing that this is possible for a capital c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美国身为一世人的丹麦人，对着政府推动减塑甲环保真有感觉。1985年，丹麦核能thị场全力发展风力技术，到即马风力发电占全国供电的一半。2030年将停止使用涂炭，2050年全面会汰换石化燃料。8%会采用再生能源。同时，1993年，丹麦嘛是第一个对塑胶袋扣税的国家，成功减塑达到66%。即马每人每一年平均敢若用4个塑胶袋，这甲台湾限塑胶了后，每人每年阁使用660个塑胶袋，这个数字真是差一大赞，创造历史奇迹。丹麦行将近40吨，同款是北欧的瑞典50吨前，环境污染嘛真严重。像乌白草污染水域，甚至粪扫满世界，即马我都画出零粪扫的口号。在瑞典的每一个社区外都有像这样的回收站，分成塑胶、纸类还有玻璃等6大类，分类其实比台湾来说更加细腻。挂一个目镜，打扮真时行，这个是今年34岁比奥香港人，伫瑞典阿姆福特小镇上班，做交具公司产品需求的工程师，搬到瑞典已经3档啊。花园比较麻烦，几个星期这个天气好啊，就会出来打扫一下。然后后面这里是另外一个花园，有时候会看到小动物走过这里，对，会有这里走过。不错，我觉得不错，就是起码跟那个香港的那个 contrast 比较大。来到破碎小镇，生活习惯嘛都要入境随常。为踏入瑞典迄一刻开始，粪扫分类就变成民众日常生活中袂使马虎的部分。小可洗脚擦可能就警察上来罚单。比如说，我会把那些罐子分出来，然后这个普通垃圾，然后会有可能我会有那个 paper 的东西都放一个地方，胶的那个瓶子什么的这一类我都放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就传起来就是够了吧，就拿出去扔掉。就是在 education 开始，就是从小他们就已经这样子分类，然后这是习惯，在这里的习惯。如果你没有分类的话，就是可能邻居看到的，他们会跟你说你这样不行的，你要分的，会这样的。Being Swedish, it's quite easy to recycle because we have like these, little recycling stations close, like maybe 1 kilometer away. 今年29岁的瑞典人玛雅甲男朋友甲一个2岁大的后生住在这栋30年代倒起的旧厝。2年前有返过，因为伊会使感受到复古怀旧的气氛，嘛充分体现瑞典人小米的精神。The candle holder we got at like a flea market. I think it's from like the 60s. And then other small things, like if you're traveling or, like gifts you get from people or, I'll go to my parents' house and see if they have anything old. So this is where we do our like basic recycling. So we have plastics there, and then this would probably be paper and then glass and metal. And this is like the normal like household trash that we put in our trash can that we have outside. So I probably go to the recycling station like twice a week maybe. Yeah. So then I put everything in the car and I'll drive over to the recycling station. Yeah. So it's easy to... It's very easy, and it's free as well. It doesn't cost any money. I mean, people think a lot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you do the small things that you can in your home to, it being just changing your light bulbs to like a LED bulb or doing like the simple recycling. I think, yeah, the small things people do, for sure. 瑞典粪扫回收率高达99%，是全世界上悬的国家之一。其中36%被回收使用，14%作为肥料，49%相当是220万吨，烧了变成能源。因为技术生成焚化炉废气的排放已经过滤大部分有毒的物质，对环境危害程度真低，甚至各为欧洲各国进口粪扫来发电。毋那瑞典甲丹麦、德国、奥地利、荷兰都已经安尼做啊。你要建设这个东西要花很多的经费，还要各式各样的配套的措施。以台湾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太阳能跟风能。
这2方面。而且台湾因为地处这个低纬度，所以太阳光是非常的强，所以这个太阳能是有资源的。台湾海峡的风，尤其是在冬季，也是世界数1数2的很好的风场，所以台湾应该善用这2方面。除了将来要采用绿电之外，那另外一些比较老旧的，比如说水泥工业啦、石化工业这方面，将来都要考虑怎么样转型，使它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碳足迹要减小。为着生态影响，北澳发展再生甲绿色能源推行减塑，澳明嘛宣布2030年全面禁止用一摆塑胶制品，台湾嘛要对咧做。华视新闻深入丹麦拜访瑞典，学北澳生态模范生，希望为台湾的社会带来更加深一层的反思，守护环境甲地球这场世界之战，咱爱赶紧用。